大家好，我係明光社嘅項目主任陳燕萍。我係明光社嘅項目主任郭卓玲。咁咧大家會見到台面上面咧有好多而家香港裏邊咧嘅一啲嘅潮流雜誌啦，亦都係咧非常之多家庭咧可能係買翻屋企嘅。不過咧喺手頭上面咧有兩本咧，即係除呢啲雜誌即係都附送嘅刊物啦。咁你哋睇個封面，咁可能都會覺得咧係即係非常之裸露嘅即係圖片嚟嘅。咁而可能裏邊咧就係有一啲嘅更加即係多展示咧唔同嘅女藝人咧嘅一啲嘅即係裸體甚至即係近乎裸體嘅照片啦。咁唔知大家認為咧呢一啲嘅刊物咧係可唔可以俾到大家嘅小朋友睇啦？咁而根據而家嘅法例咧，係所有嘅雜誌嘅分類咧係分三類嘅。第一類咧就係即係非淫褻非不雅啦，咁就係可以適合任何人士睇。第二類咧就叫做即係不雅物品咧，咁就需要包膠袋同埋要有法例咧指定上面咧，即係嗰個嘅警告字眼喺嗰本雜誌上面嘅。咁第三類咧嘅即係刊物咧，如果被評定為第三類咧，咁就係叫做禁止發布嘅刊物啦。喺香港咧係禁止傳閱發布同埋咧就去即係當然係售賣都唔可以啦。咁而我而家手頭上面呢兩本嘅雜誌係喺上年06年嘅雜誌嚟。咁因為咧佢哋標榜自己係第一類嘅雜誌啦，咁而出版咗。咁香港嘅制度咧就冇一個預先送檢嘅制度嘅，通常都係啲雜誌出版咗有問題咧，咁就再拎去送檢啦。咁所以咧呢兩本雜誌嘅附送嘅小書仔，我哋都曾經向影視處去投訴過。咁但係得翻嚟嘅結果咧，令人哋非常之失望啦。咁係兩本都認為咧係冇問題，係第一類刊物，係適合任何年齡去睇嘅。咁我唔知各位如果你係家長嘅時候，你覺得呢啲嘅刊物適唔適合係小學生啦或者中學生去睇啦？咁其實就住一樣嘢咧，我哋咧都想好反映到就係究竟而家係咪政府同市民嘅即係政府嗰個嘅執法部門同市民咧嗰個嘅尺度咧，去對於評審一啲刊物係咪有個距離咧？咁我哋就做咗個調查嘅喎。係啊，喺舊年嘅10月同埋11月期間咧，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咧就喺個個嘅唔同嘅學校同埋喺唔同嘅團體嗰度咧都進行咗一個嘅問卷調查嘅。咁就訪問咗係約莫係1000名嘅市民啦。咁就睇翻咧佢哋咧對於而家現時嘅傳媒嘅生態咧有啲乜嘢嘅評分啦同埋感受嘅。咁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咧係由18個嘅宗教啦、家長啦、教師啦同埋社會服務團體所組成嘅。咁就係目的係希望咧可以透過一啲嘅唔同嘅調查啦或者係行動咧去保護翻咧青少年免受不良資訊嘅影響嘅。喺今次嘅調查入邊咧，我哋發現咗有幾個嘅重點嘅。同05年相比咧，06年嘅受訪者咧對於傳媒嘅評分咧明顯係下跌嘅，而超過50%嘅受訪者更加咧俾傳媒係5分或者以下嘅評分。咁同去年05年去相比嘅時候咧，俾5分或者以下嘅咧，只不過係有44%嘅受訪者。今年咧係06年咧係多咗14%嘅人咧係對於傳媒嘅表現係表現出不滿嘅。除咗咧市民對於傳媒咧評分咧係有下跌嘅情況之外咧，其實咧第二樣嘢咧就係市民咧對於傳媒佢去侵犯私隱啦、渲染色情啦，同埋咧去誇大醜聞咧，其實咧都係咧受訪者咧係俾傳媒咧係頭三樣咧係最不滿嘅東西嚟嘅。咁可能係即係我哋會講翻今次集中喺渲染色情嘅問題啦。咁其實有1000名被訪者裏邊咧，有超過57%嘅人咧係認為咧傳媒咧係渲染色情嘅。咁我諗咧呢度咧就同咧去年啦即係有一本嘅雜誌咧去偷拍一啲藝人啦嘅換衫嘅相片啦，而引起呢個社會裏邊咧好多嘅輿論同埋咧好多即係嘅人出嚟去反對佢哋呢啲嘅雜誌咁樣做咧，可能係有好大嘅關係嘅。而當中咧有多於70%嘅受訪者，佢哋認為政府部門喺監管傳媒嗰度嘅有效程度咧，有70%多嘅人咧係認為不大有效或者係完全無效嘅。而另外受訪者亦都贊成咧頗認為應該或者係十分應該咧係法庭政府部門咧係根據發行量去作為傳媒嘅罰則嘅。
咁大家咧可能即係都睇到頭先嘅一啲調查嘅部分嘅結果咧，都會揾到其實市民咧對於而家咧即係雜誌咧喺裏邊咧係可能好多色情嘅問題啊，其實都即係非常之不滿嘅。咁咧其實我哋咧就會根據翻咧呢個嘅即係調查嘅結果咧，咁就揾到一啲嘅現象出現咗啦。咁第一咧就係好明顯反映到咧係市民嘅要求啦，同埋市民嘅尺度咧係同而家政府咧部門即係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咧，佢嗰個嘅評審尺度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啦。而且咧亦都係針對翻咧《人涉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裏邊咧，我哋一路咧都希望係即係要求咧有一個嘅即係公開嘅諮詢咧，會唔會係要進行修例咧？咁因為喺條例裏邊咧，我哋即係去問一啲即係冇反映到咧，佢裏邊咧係可以根據咧一啲嘅雜誌發行量咧，對佢犯一啲嘅條例咧而進行一啲嘅罰則，或者係即係一個正比例嘅罰則啦。喺度咧呢啲市民嘅即係意見咧，亦都係頭先講過啦，有超過80%嘅市民係需要咧係認同啦呢個罰則咧係應該同嗰個嘅佢嗰個雜誌嘅銷量掛鈎。從而咧就去反映到其實即係而家咧無論係影視處嘅執法啦，同埋條例咧裏邊咧可能係嘅內容咧都係即係有一個問題出現咗。所以咧其實我哋根據呢個調查啦，去回應翻呢個社會上面即係而家啲色情雜誌嘅現象咧，咁我哋咧有以下建議㗎。首先咧就係對於立法修例咧，我哋希望政府咧就向公眾進行諮詢啦。政府應該趁呢個時機咧就檢討法例裏邊咧嘅評審標準同埋刑罰規限咧，同社會大眾嘅標準嘅差異嘅原因，要積極咧尋求呢一個改善嘅方法。第二樣嘢就係影視處咧應該設立一個即係可以係俾市民咧嘅唔係投訴而家雜誌嘅問題嘅機制，而係話咧影視處可能係處理市民嘅投訴嘅時候，如果當市民不滿影視處嘅做法或者嘅裁決嘅時候，咁而家咧嘅機制裏邊咧，咁市民咧係投訴無門㗎，亦都咧係就監管唔到咧影視處工作嘅成效啦，同埋透明度。所以我哋建議咧就要設立一個對影視處即係佢投訴呢個咁樣嘅機制裏邊咧，係俾市民有一個另外一個投訴嘅空間。咁第三樣嘢咧就係以罰款咧就增強阻嚇性啦，就係咧市民咧都一致認同咧就係以發行量咧嚟到去增加咧對一啲違規雜誌嘅罰款嘅。我哋都希望咧，如果公眾咧對於雜誌啊或者係啲刊物咧係覺得佢哋入邊嘅內容有問題啦，都希望咧你哋積極咁樣咧向政府啦或者係影視處嗰邊咧去投訴嘅。而有關於修例嘅一啲嘅建議啊，我哋都希望公眾可以積極咁樣去關注，或者係向我哋或者係政府去表達意見。